坐家厢车到台北地县，看到镜头随发头闪避，强调案4位被告扣羁押9单，今仔日扣台北地检署侦结起诉。进前壁总统府扣强调渗透案涉案的除了民进党前党工，嘛包括首长核心幕僚。检方调查发现，前民进党姓黄的资深党工，真侪年前去中国做生意，就扣珍宝人员买收，为着赚更侪钱，伊就找民进党民主学院社区的副主任去斗酒人，落尾找到时任总统府姓黄的书记，含前外交部长秘书的何先生，两人斗相共提供党政高层现场、外交政策，甚至有总统创计划等等机密的资料。那就是目前啊。姓黄的书记伫咧总统大清朝2023年担任副总统期间，佮捌陪同出访友邦巴拉圭，所叫调查出涉入强谍案。检方以涉嫌国家机密保护法两罪，求9年以上含8年以上有期徒刑；另外涉嫌洗钱罪部分，求1年6个月以上。姓黄的前党工佮涉嫌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罪，叫高检署同齐起诉，求12年。姓何的前秘书叫求9年以上有期徒刑。检方讲，这两人无承认犯罪，真侪摆讲白菜犯案了后态度搁歹。啊，民进党民主学院前社区的副主任，同款涉国家机密保护法告洗钱。姓黄的前书记叫求5年以上徒刑。这两人拢是伫咧侦查当中承认犯罪，分别具体求处有期徒刑5年至18年6月以上之重刑，并申请法院没收黄姓、邱姓被告犯罪所得，合计828万余元。那姓黄的前党工是强谍案的带头者，叫检方处30年6个月，案件开始伫咧审，伊嘛要为家己行为付出代价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